聽到有冇啲咩諗法啊？有冇諗法？我覺得只係真係大家思維好唔同咯。我係一個極致目標為本嘅人咯。喺我角度你講得啱嘅，做到嘢嘅目標咪講咯。係啊，同埋遲1-2分鐘太小事啦。過1-2條馬路，筆墨去講呢個零啦，簡直係冇，簡直係冇意義啊！同埋最重要，我睇太多書啦，我睇太多正向心理學嘅書，所以我對於自己抱怨嘅時間趨向零咁滯咯。即係哪怕可能你都知道，我細個好多病痛，即係阿媽都知，即係我上次斷手啦，跟住之後之前又咩心臟有事啊、眼有事啊，係咁好多嘢都有事咁樣啦。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因為我有咁多嘅經歷，而令到我鍛鍊咗呢種極致正向嘅心理。係啦，因為諗下啫嘛，如果我好似我媽咁樣抱怨嘅，或者一般人抱怨嘅話，其實我嘅人生應該係冇而家咁樣去活噶咯。因為我所有嘢發生唔好，發生嘢，我首先而家我都會首先諗解決方法。第二樣就係諗點解會發生喺我度。第三樣嘢就係一切發生皆有利於我。因為我睇太多嘢都係咁樣，喺我角度入面，就算點解阿媽今日會發生呢樣嘢，我哋點樣嘈交啊？就係有某程度上根據一切發生皆有利於我嘅原則，原來就係俾我哋讓我哋喺呢個空間或者呢個 moment 去討論咯。即係我會將好多就算好與唔好，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觀點與角度，所有嘢係睇點樣利用嘅啫。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咁以你所知，媽媽有冇你呢一套嘅諗嘢模式？完全冇，放心。係啦，因為我有鼓勵過阿媽睇下啲書啊，學下啲嘢啊，send 俾佢睇啊。我有講埋咩蒙特梭利教育法啊，嗰陣時因為我睇好多呢啲啊嘛，我之後做教育。跟住之後，但係我阿媽，我認為係睇書啦，邊度得閒？係啦，冇錯啦，佢都講邊度得閒睇啊。跟住我又叫阿媽做冥想嘅，跟住阿媽又冇時間，即係阿媽，因為我而家我係花好多時間心機去調整自己嘅工作啊或者人生嘅狀態。例如我係啦，阿媽都見到我每朝都會做掌上壓或者做運動，我每朝都會做冥想，我每日都會睇書，因為喺身心靈嘅鍛鍊方面，我要保持自己係最佳狀態。因為我工作上我翻緊日頭嗰份工係要跑數嘅，咁我夜晚我而家跟啲前輩做生意咁樣啦，我要學管人嘅，係啦，咁變相就係如果我個心理狀態，如果我用我阿媽嘅抱怨形式去同我嘅客人相處嘅話，係死硬嘅喎，或者叫做我基本上我係做唔到我要做嘅嘢咯。係啦，我冇嚟將我嘅情緒發泄喺我嘅客人度，我冇嚟將我嘅情緒發泄喺老闆度，甚至冇嚟將我嘅情緒發泄喺我啲工作嘅 partner 嗰度咁樣嘅嘛。所以變相你就亦都冇空間去諗呢啲嘅抱怨啊，或者點樣啊，即係呢啲即係個過程。咁同埋你同媽媽拎嗰個即係嗰個位置就好唔同，你要去翻工嘅，你要去搏策嘅。咁但係媽媽嘅諗法就可能係我未必會再睇書啦，呢個年紀係啦，咁係咯，咁我諗呢個都真係存在。你啱啱其實你哋都提到，即係大家諗嘢或者做嘢嘅方式其實係有思維嘅維度好唔同。